每一年嘅端午節，香港、澳門都會舉辦劃龍舟大賽，2025年亦唔例外。2025年澳門嘅國際龍舟賽由當地體育局以及澳娛綜合、中國澳門龍舟總會聯合舉辦，其中澳娛應該係贊助以及冠名單位，所以賽事稱為2025澳娛綜合澳門國際龍舟賽。既然係由澳娛嚟承辦或者係贊助承辦嘅，澳娛嘅高層自然就要參與呢個盛事。喺端午節呢一日，澳娛綜合常務董事何超鳳現身，喺現場成為啦啦隊一員，為賽事加油。另外，霍震霆亦在場。何超鳳雖然係以澳娛高層嘅身份現身比賽現場，不過當日佢嘅打扮着實樸素，着咗白色嘅休閒褲，上身係綠色格紋 T 恤，妝容清淡，幾乎冇化妝，親和力十足。場內嘅選手加油打氣。事實上唔止何超鳳現身啊，澳娛嘅另一個高層梁安琪亦喺場。梁安琪當日打扮亦十分親民，着咗白色嘅 T 恤，佢同樣現身喺觀眾席，拎住歡呼棒，喺睇龍舟賽之餘，亦熱烈歡呼，表現興奮。澳娛嘅兩大女高層現身龍舟賽，而另一個高層代表霍震霆亦低調出現喺澳門。佢亦喺澳門睇咗龍舟比賽，並且同何超鳳一齊現身頒獎現場。仲唔講，霍震霆喺私底下嘅打扮好有自己嘅穿衣風格，因為唔係正式場合，唔需要西裝、領帶，身穿便裝嘅佢着咗黑色嘅緊身褲，上身係黑色嘅 Polo 衫，最搶眼嘅莫過於身上嘅熒光綠嘅外套。呢一身打扮無論走到邊都會成為焦點。而喺澳門，霍震霆除咗有工作人員相伴，並冇帶保鏢，呢個好符合佢嘅個人作風。霍震霆私下嘅穿衣打扮，仲真係好有老剪鳳。唔好睇佢已經將近80歲，實際79歲，可真係人老心不老。雖然頭髮都已經花白咗，但係都要趕上時尚潮流，或者係一啲私人聚會，佢唔係着大紅色嘅褲，要唔係就係呢種檸檬色嘅上衣。總之每次露臉都可以令人眼前一亮。呢一次佢着咗熒光綠嘅外套出現喺頒獎禮現場，喺同眾人合照嘅時候，要捉佢同何超鳳最搶鏡。何超鳳着咗翠綠色外套，霍震霆着咗熒光綠，兩人縱然企喺邊上，仍然難掩穿着上嘅耀眼。回頭嚟講，澳娛承辦咗呢一次澳門國際龍舟賽呢件事，呢個係屬於政府性質嘅賽事。端午節當日，澳門當地嘅官員，包括行政長官、中聯辦主任等等都有出席。喺咁嘅情況下，澳娛嘅代表亦要顯得有份量，所以何超鳳、梁安琪、霍震霆都出席咗。何超鳳係常務董事，霍震霆係董事局主席，梁安琪係董事，三人堪稱澳娛嘅三劍客。喺澳娛任何重大嘅活動中，都可以見到佢哋嘅身影。而何超鳳、梁安琪一個係何鴻燊嘅女兒，一個何鴻燊嘅四太太，佢哋成為澳娛嘅核心唔意外。都係霍震霆，喺身份上更似係局外人。冇錯，澳娛係何鴻燊旗下嘅產業，但係當年嘅創辦人並唔係只有何鴻燊一個人。澳娛喺1961年創立，除咗何鴻燊之外，仲有葉漢、葉德利以及霍英東。後來何鴻燊買咗葉漢等人嘅股份，其實重要嘅股東就剩低咗何鴻燊同霍英東。權架構非常複雜，就連霍英東本人都搞唔清楚。於是佢喺何鴻燊同妹妹何婉琪就澳娛股份轉讓、派息問題起爭執嘅時候，即2022年4月，就宣布將持有嘅27.7%嘅澳娛股份捐贈到澳門霍英東基金會中，就係唔想捲入澳娛嘅股份爭奪嘅漩渦中。曾經何鴻燊考慮要收購霍英東持有嘅股份，只係價錢談唔攏而作皮，所以直到今日，霍家依然係澳娛嘅個人最大股東，自然就要委派家族成員喺澳娛擔任要職。事實上仲唔止係霍震霆，霍家嘅第三代喺何鴻燊家族嘅產業中都係股東或者董事會成員，包括澳博。霍震霆係聯席主席，亦係執行董事。總之何鴻燊嘅產業同霍英東家族基本上好難撇清關係。澳博有困難嘅時候仲需要霍家幫手。
2012年，郭晶晶同霍啟剛嘅婚禮轟動全國，耗資3000萬，賓客包括約旦王子王菲、李嘉誠等頂級名流。然而，最令人震驚嘅係霍震霆喺婚禮上嘅致辭，感謝晶晶下嫁霍家。呢句說話直接令外界對郭晶晶嘅定位徹底改變，唔係佢攀附豪門，而係豪門以佢為榮。霍家唔單止喺北京故宮旁購置4合院贈予郭晶晶父母，更喺婚禮上俾咗佢極高嘅尊重。然而，爭議亦隨之而來。一個運動員憑咩令百年豪門咁低頭？嫁入豪門後，郭晶晶並冇好似其他闊太一樣珠光寶氣。佢戴3蚊嘅髮圈，着5年前嘅衫，甚至帶仔插秧，食路邊攤，令港媒嘲諷佢融唔進貴婦圈。港媒多次爆料郭晶晶被名媛圈孤立，然而郭晶晶嘅回應卻令所有人閉嘴。我唔需要融入佢哋嘅圈子，我嘅圈子佢哋進唔到嚟。果然，2024年巴黎奧運會上，郭晶晶以跳水裁判長身份亮相，成為國際泳聯裁判席上嘅中國面孔。霍家高攀嘅真相，郭晶晶點樣令豪門低頭？霍震霆曾經話，郭晶晶人好，就係心太狠。呢度嘅狠，唔單止係對自己嘅嚴苛，更係對霍家下一代嘅教育方式。爺爺嚟咗都要等。霍震霆想見孫子，郭晶晶堅持俾小朋友寫完作業先可以玩。豪門兒媳吳怨婦，佢拒絕奢侈生活，帶仔女種田做公益，培養樸素價值觀。霍啟剛痛失本名喺公開場合，霍啟剛常被稱為郭晶晶嘅丈夫，而唔係霍家少爺。答案好簡單，郭晶晶嘅價值遠超金錢。佢唔單止係奧運冠軍，更令霍家由商業豪門轉型為正能量家族，助力霍啟剛嘅政治生涯。盡管霍家公開力挺郭晶晶，但豪門生活並非一帆風順。婚禮主桌風波，郭晶晶父母未坐主桌，引發霍家輕視猜測。搬離25億豪宅，郭晶晶夫婦帶仔女搬出霍家祖宅，被傳婆媳不和。霍啟剛前任陰影，霍啟剛曾經同多位名媛交往，外界質疑郭晶晶能否坐穩霍太太位置。然而，郭晶晶用行動證明，真正嘅豪門唔在於財富，而在於格局。佢唔單止令霍家更受公眾喜愛，更令霍啟剛叔父3代蛻變為政界新星。郭晶晶嘅逆襲證明，真正嘅豪門係精神上嘅高貴。佢唔需要靠珠寶銅牌對證明自己，因為佢個名本身就係一種榮耀。正如霍震霆所講，郭晶晶嘅下嫁係霍家嘅福氣。